小调哦。这首的节拍要较注意哦。来，好，来，第二首是482首，为主来做干净。
后一扎过来一件，为主来做伊感情，心意做滴水清河，大你好大来向前，我袂到天顶。好，为主来做伊感情，永远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感情，永远救主耶稣。好，很好，好，阮备帮耐心来唱会经诗。耶和华早起时，家的下，早起时我们对你拜拜，我的祈祷，我们领我们领会先辈。想念你的大的隐藏，我心心我兄弟平安，咱搁了仔久要来礼拜，为着礼拜的庄严，甲无受搅吵，请咱将咱的行动电话来设做静音，以办心来礼拜，请听福音声声。
看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家己号名叫以马内利。先知宣布上帝要找伊的独生囝，道成肉体来到世界，到世间人救恩甲喜乐。当咱点到第3支蜡烛，也要向四周的人宣布，救主降临的日子就伫要到啊！咱就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人。请咱兄弟来吟圣诗第143首，请来，以马内利。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兄弟有缘徛地，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
主导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这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正是个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复活，上天打第二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阿免，请坐。请咱兄弟来交托经文，经文第21，这篇100篇。经文第21，伫圣诗的后壁边40页的所在，请咱兄弟献圣诗的后面也经文，我来刻，请咱兄弟来译。经文第21，全地中午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乐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请咱同心额头祈祷。主啊，阮这粒自执伫你的面前，阮拍拜伫你阳光的宝座前，因为你的伟大盘过这个天，你的奇妙所在深过这个海，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阮着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是值得学乐的万王之王、万主的主。主，阮感谢你赏赐阮生命，又搁创造这个宇宙万美、运行无煞。一年四季，阮的节期。到了救主诞的节期，主求你帮赞，因为你的降生带来了世间人无比的欢喜。总是毋是安尼那尔，因为主你的保护，洗清阮世间人的罪，互阮甲爸上帝。更好，主求你帮赞，赦免阮的过失，求你怜悯阮是土粉所造成，阮常常得罪你，阮无尽力管理你所吩咐，要好好管理世界。阮的私欲，阮的贪恋，压榨阮的心。阮为着满足阮逐项的念头，常常受撒旦的引诱。主，阮求你帮赞，你圣神暂远，有能力分别来过圣的生活。阮因为阮的好所行，来阳光是
主的名。阮恳求你担当阮逐人的忧闷，互阮行做刚强的人。阮求你圣神怜悯阮心痛痛、身躯病痛的，祝你圣神引带，互阮常常结连伫主耶稣基督，领阮伫青翠的草坡，互阮伫顺境的当中，阮学习感谢；互阮伫逆境的中间，祝你使阮活命快乐，甲主你同行，学习顺服的心。阮要因为安尼捧起救恩的杯，拍拼奔走，迄个救恩成圣的国度。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圣歌队要用语言耶稣降生，带咱兄弟来学到上帝。
咱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的第4章第2节到第6节。台语汉语本是231页，请咱兄弟掀开家己的圣经，新约哥罗西人书第4章的第2节到第6节。今仔圣经节，只有短3节，我先读一遍。我要邀请咱兄弟做伙来读一遍。哥罗西人书第4章的第2節到第6節，着常常專務祈禱，祈禱的時着警醒來感謝，閣替阮祈禱，求上帝教阮開傳道理的門，通講基督的奧妙。我為着這個也受縛。互我闡明伊照我所應該講的，遐個外面人，恁着佇智慧內行，着保守機會。恁的所講着常常用溫順，親像用鹽調和，就會曉怎樣來引導人。請咱兄弟做伙來讀一遍。着常常專務祈禱，祈禱的時着警醒來感謝，閣替阮祈禱，求上帝教阮開傳道理的門，通講基督的奧妙。我為着這個也受縛，互我闡明伊照我所應該講的，遐個外面人。恁着佇智慧內行，着保守機會。恁的所講着常常用溫順，親像用鹽調和，就會曉怎樣來引導。今仔是台灣新人院的交換講台，真歡喜，咱得到地方教會工房東強牧師，伊要用上帝國的大賽來證道。主內敬聽的獨行教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謝上主的恩典，咱今日攏佇這個所在。特別代表台灣神學院來為關心咱台灣神學教育的所有兄弟姊妹來請安，也特別今日有這個機會是懷抱着一個真感恩的心。而過去咱的教會，咱眾兄弟姊妹對神學教育的這個關心以及奉獻甲支持，互這個神學院會當培育出儕儕或者係無論是牧者。也是真濟佇教會無啥常嘅事工嘅所在來即個訓練，即係學術專業嘅即個學習嘅人員。所以佇遮代表神學院院長、所有老師以及所有嘅同學甲所有校友佇即個所在，咱嘅獨行教會兄弟姊妹來對一個感謝，也歡迎兄弟姊妹。若有機會到台北嘅時陣，有緣會當來到神學院來看，屬於咱嘅即個神學院。
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我想对我个人来讲，有一个真大的感恩。我母会是台中半顶教会，知影咱的半顶教会伫过去受到咱笃行教会的福音的负担，也真做互机会伫大肚山的所在来开拓这个半顶教会。我就是伫迄个时阵，伫真细汉的时阵，伫主日学时，伫还佫读小的时，有机会来接触福音，也伫半顶教会受造就，也受到感动，到伫台湾神学院来接受神学的教育。所以伫遮也特别真感谢咱过去兄弟姊妹真侪遮熟龄的长辈，因为过去恁的支持。伫基督中，为着做的遮福音的事工这个整个的缘故，所以今日伫这个所在阮也是一个一个真感恩的心吼，都是咱的教会过去支持开拓教会所结的果子，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来怀抱着一个感恩的心，也希望伫这个所在咱三甲来思考。伫上帝的话的内面，咱要怎样继续来成做上帝国的大事？邀请咱兄弟姊妹，咱三个同心做伙来祈祷。全能阿爸爸，阮的上帝，很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特别阮经过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了后，阮实在是真珍惜每一遍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的这个时间，主啊，恳求你伫这个时，你的灵、你的话，伫阮的中间运行，也透过你的罗卜来领受对上帝你的真理，也互听甲讲的人，拢白白得到利益，来受到造就。愿安尼拜礼，将主权交托伫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题目是上帝国的大赛，咱每一个拢是上帝国的大赛。大赛的定义，其实大赛是咱一般咧讲的这个简称吼，是简称。照你伊的全名叫做特命全权大赛吼，特别所受命特命全权大赛，特命全权大师。这是一个国家的王，还是国家这个元首哦？伊派这个人是等级上悬的这个外交的代表，也这个代表呢，伊有代表着伊原本国家这个元首甲政府所徛在这个国家来表达意见，还是讲迄个国家来达成一个协议。伊有迄个权，所以透过这个大赛，伊有完全的外交的特权，甲外交的这个豁免权，而且伊享受这个外交的特别的待遇，也伫迄个国家是所有外交人员内面上悬规格的这个理论。咱每一个正做基督徒。我想咱咧传福音的时阵，咱拢会讲咱基督徒，咱接受耶稣基督了后，咱毋是另外一国的，咱是属于上帝的国的。咱毋是属于这个世间的国，咱是属于上帝国。所以一般民间宗教遐敬祈、遐冲刷，甲咱无干涉。对咱来讲，无敬祈，是因为咱甲伊无同款的国，咱是属于上帝国。所以这个概念，咱每一个上帝国，称做上帝国的国民。所以咱信主了后，咱徛在地面，这个事实甲咱讲，咱敢若亲像受派伫某一个国家，这个外交官还是大使同款。所以这个大使，伊的一句话，伊的讲话，伊的行动，所有一切，已经对所有代志的反应，拢代表着伊所属的国家。基督徒称作上帝国的囝儿，也是上帝的子民。其实咱就是上帝派伫这个世间的要紧的大赛。
拄则有讲大赛有真要紧的任务，所以上帝国的大赛有真要紧的任务。除了马太福音书28章18节到20节，咱知影这个大使命。透过这实践，以及咱新的界面的这个落实，会当经历亲像咱拢真熟的这个主祷文的这个宣告，互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旨意会当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因为安尼的缘故，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圣经，保罗先生伊写互哥罗西教会批信的中间，伊伫最后的所在，强调这个真要紧的真理，也就是关于着一个上帝国的大赛，伊所负担的任务。透过今仔日经文，咱会当分做两个部分来看，一个上帝国的大赛，伊对内的任务，甲对外的任务。对内任务就是来促进家己甲上帝关系，家己甲上帝关系的联系；对外就是促进上帝甲世间人、甲其他的人的关系的任务。透过这两种的角度，其实就是咱基督徒要怎样活出咱活命的款式。第二章安尼讲，着常常专务祈祷，祈祷的时着警醒来感谢。所以上帝国大赛对内的一个要紧的任务，就是上帝来讲话，甲上帝来讲话，也就是祈祷。伫这段圣经中间，保罗引带咱看见，正做一个上帝国的大赛，要紧是祈祷，毋是干那祈祷那定。这段圣经中间，伊的祈祷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也是三种态度的祈祷，透过敬信的心，也透过一个感恩的心。伫这段圣经的中间，咱看见祈祷三个要件。咱的台语圣经是全部祈祷，咱的台语汉语本吼，咱这个巴克的牧师所翻译的这个台语的汉语本，吼，伊是讲全部祈祷。咱上新的现代台语是讲迫切祈祷，意思就是讲随时、逐不时、逐时逐刻拢爱祈祷。如果咱干那咱有需要的时阵来祈祷，再来祈祷，真恶得甲上帝相拄。第二，咱的祈祷爱警醒，第三是爱有一个感恩的心。全部的祈祷，迫切的祈祷。人讲牧师，你讲迄祈祷真简单啊！但是有时阵祈祷敢若足困难的，特别咱打信主的这兄弟姊妹，咱检测有经过这款的真奇怪，也是讲真特别的经历，就是奇怪。咱打信主的人，伊祈祷，上帝敢若拢听伊的呢？我信主久奇怪，我的祈祷，上帝拢无咧听。你又感觉讲上帝一遍、两遍、三遍、五遍。拢无听，到底祈祷有效无？若无效，怎归去卖啦，卖祈祷啊！所以兄弟姊妹，祈祷是基督徒甲上帝中间的双向关系，毋是干那咱甲上帝讲话，是上帝在回应咱的祈祷。祈祷是基督徒的生活，祈祷是基督徒需要专人来维新的，所以讲一个经历国外的祈祷，伊基督徒是全部祈祷，祈祷也是教会动力的一个来源。无论什么款的事工，无论什么款的代志，拢袂当欠缺祈祷。不过伫这段圣经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关键，迫切，咱的这个台语这个现代台语是用迫切，伫中文圣经嘛是恒切。咱的台语汉语本咱所读的是全部。无论是恒切、迫切，还是全部，其实伫这个原文的中间，伊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就是将某人甲某一个物件甲伊连做伙，
甲伊连做伙，也就是讲甲伊绑做伙。所以白切祈祷，也是讲这个全部祈祷，就是将咱会当甲祈祷连起来、绑起来。意思是啥？无法度脱离啊！就是为着这个物件，我会当放下一切。迄个是祈祷，迄是原本的白切的意思。都敢若亲像有的青少年，咱知影有的青少年伊为着要耍这个电动按时拢毋免困啊。伊敢若伊互咱拢讲伊互伊这个连掉，互这个电动连掉咧。伊心安怎真专注啊，真注意，真注意。甚至有人要看到这个球赛去比赛，也是讲去看这个演唱会，为着要买到这个票，就咱这个透明伫遐排队，甚至人这个3工前就伫迄个所在用椅仔伫遐占位，全伫遐等，甚至为着这个看人咧拿球，这个职篮还是职棒咧，冠军赛的时阵。为着要看这个比赛，上班嘛无爱上啊，无爱读册啊，安怎？就是要为着望会当来参与伫这个比赛，会当看到这个比赛。如果这个世间的人，这个世界的人为着这个兴趣，会当付上无要困、无要上班、无要这个去读册的代价，甚至欢喜将家己甲这个电动手游甲伊绑做伙。那安尼，咱伫上帝国的内面，咱敢毋是应该爱将家己甲祈祷来绑做伙？求主帮助咱的祈祷是毋是真正是绑做伙？乔治·穆勒是英国的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教会内面的一个领袖。伫伊的生命中间，真特别的2项事，第一是伊的祈祷，第二是伊看到这个孤儿，所以透过开孤儿院的这个中间来帮助，特别伊对上帝的信心，甲伊照顾儿童的这款的心，是受到真侪人的纪念。等伊还未过身之前，伊的朋友有甲伊问讲：先生啊，请问你？祈祷敢若上帝拢会听你的祈祷你的祈祷有啥物时阵？你安尼祈祷遮尔啊久，有啥物代志？上帝还未回应你的祈祷无？伊讲无呢。你后这个人佫甲问讲：若你的祈祷，敢有啥物？你敢有啥物款的祈祷？到今仔还佫无看到效果的？这个乔治·穆勒伊就回应讲：我为着2个人的灵魂祈祷，已经祈祷62冬啊，只有一件我也未看到上帝成就。迄朋友就甲苦劝讲：那安尼你毋免为着这项事来祈祷啦，你祈祷遐尔久，60几冬啊，上帝拢无答应，安尼因可能无机会得到救啊。这个乔治·穆勒伊就回应讲：毋是，我犹原要继续为因祈祷，我犹原要为着因的灵魂放伫我的心中。我相信上帝伊有伊水的心意，但我相信伊有一天一定会接受耶稣。总是一直到这个乔治·穆勒伊过身了后，伊这2个朋友。咱感觉伊有信耶稣无？乔治·穆勒过身了后，有一个朋友，伊参加伫伊所参与的礼拜中间来讲道，伊就将乔治·穆勒这件代志伫礼拜堂的中间讲互兄弟姊妹听。当伊要离开礼拜堂的时阵，有一位小姐甲这个朋友甲叫，伊讲：先生啊，这乔治·穆勒伊讲的迄个2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阿姐，伊已经信主啊，毋过伊伫几礼拜前过身啊。另外迄个
我犹原熟悉，伊即马伫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城市，伊伫遐已经也信耶稣，伫迄个所在参与伫教会内面的服侍。你亲爱的姊妹，全部的祈祷，上帝听咱每一个伫伊面头前的祈祷。上帝欢喜咱伫无看见的时阵都相信，还未得到的时阵，就知影。透过这个过程的中间，互咱知影，咱对祈祷的迄款的心志，咱所求的只有一个，就是照着伊的心意。所以，那安尼，咱做什么？什么叫做全部祈祷？什么叫做连做伙的祈祷？就是祈祷、祈祷、祈祷。有一个英文的这个单字叫做 PUSH， 这是一个缩写，讲 Prayer until something happen。祈祷一直到有代志发生，这是全部祈祷一个要紧的态度。祈祷一直到代志发生。像咱即马面对这疫情，也是咱所有的祈祷，咱我阁继续祈祷、祈祷、祈祷袂停，一直到代志发生。第二个赞处是警醒的祈祷，也是这个警醒内面，还佫一个心态是感谢。保罗的意思是继续不断的祈祷，才会当保持灵的内面的清醒。也带亲像耶稣带伊的学生到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阵，爱因警醒，也若无就入伫即个迷下，结局就是三个学生拢困去啊。所以这三个拄着即个迫害灵教的时阵，三个拢落跑啊。是你咱知彼得3摆唔认主，但并嘛是共款。当伊的属下到伫头前咧战争的时阵，伫伊后壁无警醒的祈祷，颠倒放纵私欲，来犯了奸淫的罪。这保罗伫遮，伊讲着爱警醒，警醒。伫现代台语有若是用警醒，相信咱中间有做过兵的人，捌徛过哨、站过哨。警醒的意思就像亲像徛卫兵共款。伫迄个所在徛地，啊了后目睭一直注视远的所在，有啥物动静无？有人要来有人要来突破无？伫迄个所在，来应该爱有的态度，都是非常的专心，非常的注心。伫遮来表示讲，咱来备办准备耶稣基督的搁再来。以及提防迄个时阵，伫哥罗西教会面对真多真偏差的教导，应该爱有的态度。所以，亲爱的姊妹，咱正做上帝国的大使，咱知咱即马所处的环境是啥物？是啥物款的环境？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甲咱讲，若是万事的结局近啊，所以就自在积极来祈祷。检查这段圣经，咱过去咧读的时候，就万事的结束，这个万事的结局近啊，就近啊，近就唔知偌近咧。但迄阵检查无啥物感觉，讲世界末日，耶稣要搁再来，迄可能唔知当时以后的代志。但咱看到这几年整个世界的变化。甚至人心的迄款真侪咱料想袂到的作为的时阵，是啦，万事的结局近啊！我相信咱完全，我相信咱过去全来完全毋捌想到讲，有一天咱做礼拜爱挂喙暗。我相信咱今年母亲节真正无想讲，母亲节了后就无法度到教会做礼拜呢，一直爱差半冬以后才有法度做礼拜。才我就来到圣殿，咱拢伫山顶，这是什么状况？咱检查唔知要怎样去面对，毋过在咱迫切祈祷的中间，咱真清楚，咱需要有一个警醒的心。知影上帝咧做什么工，
咱才有法度会晓得祈祷，甚至配合着上帝的心。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59、第70提醒咱，因为咱拢是光明的人，拢是日食的人，咱毋是属于暝日的，也毋是黑暗的。所以咱毋通亲像其他的人在困，就警醒节制，因为困的人是暝时困，酒醉的人是暝时醉。亲像咱每一年的圣诞节前4礼拜，咱要拢要点蜡烛，咱要点透过这个抬杠节期，咱毋是干那在听候4礼拜了后就圣诞节白色的这个基督，这个基督之主上顶基督的这个蜡烛点到，圣诞节来到啊！其实抬杠节一个更较要紧的意义是耶稣会再来。听候耶稣会再来，第三就一个感恩，正做上帝国大事。保罗先生提醒咱的焦点应该爱真大的比例是伫感恩。检查咱的祈祷无法度得到回应，毋过用感恩的心，凡事感谢，无论经历好的事，无论经历歹的事，拢会当转变成做喜乐的事。特别当咱感恩的时阵，会发现到上帝的作为，定价来激励咱的信心，继续来军队耶稣的脚链。甚至咱若拉感恩，就会发现到咱家己会当做的代志真有限。咱会发现到讲，原来毋是我偌厉害，是上帝的手，一个真无形的手伫迄个所在，一步一步一步做成的。所以咱若安尼的时阵，咱就拿感恩，咱就拿喜乐，那会晓得祈祷。所以保罗先生讲，爱不断的感恩。上帝个大赛对我的任务，就是真做见证。而且保罗先生伫哥罗西教会这段的培训中间，也请教会祈祷，求教会为着伊开传道的门，也是伊宣教的这个事工。事实上，伫迄个时阵，传道的门是真无容易来拍开。特别迄个时阵，咱知影保罗先生，伊毋是一个自由的心，伊是想关起来。毋过上帝容允伊伫迄个所在向软禁，虽讲人关掉咧，互关掉咧，但是福音犹原要阁继续传开。所以当咱哪有感恩，就哪有气力来传福音。咱的传福音也需要咱的祈祷伫头前。所以透过咱的代祷，透过咱的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一步一步来开这条路。第二，保罗先生提到讲，遐个外面人，恁着智慧来行，着保守机会。伫这个所在，外面的人意思是门外的人。所以讲，面对这门外的人，咱爱行伫智慧的中间。门外的人是什么人？门外的人就是遐个也未认捌耶稣的人。遐个毋捌耶稣的人，而且讲到爱保守机会，这个机会，这个保守机会，就是大量买将这个机会甲买入来，也就是讲，咱逐工的生活中间会拄到真侪见证耶稣基督伊拯救的机会。当这机会出现的时阵，咱就是备办好，随时来表明。来为主来做见证，把握每一个会当为主来做见证，来分享上帝伫我心中所为，也是我所经历的这位上帝。有一首诗歌，有一首短歌叫做《真正好》，我相信咱中间应该有人会晓唱啦，
讲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各位亲爱的姊妹，来信耶稣有偌好？如果人问咱这个问题的时阵，咱安怎来回应？啊，就真好啊！啊，好伫倒位？我想咱诚做上帝的囝儿，上帝国大赛，咱就常常思想这个问题。随时避万变来成做福音的见证。所以第六节安尼讲，所讲就常常用温顺，亲像用盐调和，就会晓得怎样来应答人。咱甲人的互动，要互关系变更较好，毋是伫迄个所在限制伫遮情绪的中间的遮纷争。一旦纷争的中间是人真容易透过这情绪的物件，造成侪的这的彼此的无和谐。所以就常常用温顺，这是真要紧的态度。温顺也就是文儒雅，也是讲和善温柔的言语。咱看即摆的网络时代，如果咱有这个 Facebook 啦吼，也是 Line 啦吼，其实咱会看见真侪人伫网络的所在，用一个较俗伫，因咧讲选民文化啦吼，啊，拢讲了足咸的吼，啊，若无然啦，讲也共口说啦，讲甲足歹听，互人真无舒适的感觉。甚至有人将这选民的文化带来到生活中间，所有的价值观拢改变了。这是咱真做上帝国大赛，咱真爱特别注意的所在，因为别人拢安尼，啊，咱嘛是安尼吗？圣经特别提醒咱伫讲话顶面爱注意的事项，因为这会对人的影响。圣经提醒咱毋通讲遐有诶无诶是，就是毋是就讲毋是，毋过是活当心就讲啦。咱有可能无咧甲别人咧传这闲话，咱现在只不过是咧关心某人，但是事实上，往往咱咧传达的迄个过程中间，会将这个问题哪讲哪济。咱心中本来就无想要讲遐闲话，毋过咧，咱伫迄个所在传达的过程中间，咱传达的是烦恼，咱传达的是八卦的消息。结果呢，这个代志传到某人，传到迄个同事这个耳孔的时阵，就变做足歹听，就真做真大的破坏力。所以，伫这保罗先生甲咱讲，咱用智慧甲外面的人，也包括兄弟姊妹怎样来往来，毋是伫迄个所在传达遐个烦恼，毋是伫迄个所在传达遐个彼此心情拢无好的话，甚至爱保守每一个会当来见证的机会，宁可用时间为着咱所听到这项事来祈祷，宁可为着咱所看见的这个人伊的问题、伊的缺点来甲上帝讲，用较侪时间甲上帝讲，毋是用较侪时间去甲别人讲，甲上帝讲。帮助咱日子正做盐是要调和，因为有盐甲无盐是差别真多。正做基督徒，咱来知影，咱本来就是甲一般的人是有差别，因为咱毋若是上帝国的子民，咱也带着上帝快乐的大赛。各位亲爱的姊妹，当咱知影咱是一罪，咱是上帝国的大赛。也当咱知影，咱即马徛在这个环境是末后的世代，是要听候耶稣要搁再来的时刻的时阵，咱是毋是欢喜愿意活出一个上帝国大赛的真实的模样？特别咱面对这个疫情的变化，咱受到一个现实，咱要改变真多的方式。总是咱迄款伫上帝，互咱的迄款疼甲心智，甚至团结的心，
无应该会受到这影响。颠倒看到侪侪人的需要，愿上帝耶稣也愿圣神来成做咱中间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帮衬。伫咱的祈祷，伫咱的言语，伫咱的行为的中间，真真正正成做上帝国的大使。愿上帝帮衬咱，当咱有一天倒转到上帝遐的时阵，咱会甲上帝讲：不过上帝，咱已经完成你互阮伫成做大使的任务。三个同心做伙来祈祷。全能的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一个一面透过你的话来成做每一个属于你的囝儿要紧的提醒。特别阮伫阮的祈祷要怎样会当亲像甲祈祷连做伙迄款的迫切。主，阮检测毋知，阮也检测毋捌有迄款的经历。是当阮拄着困难的时阵，阮检测一直真迫切。总是阮知，阮的祈祷会到一个程度。是会当甲主二三结连，知阿爸天父你的心意。互阮的祈祷，毋是干那列清单那定。上帝讲，上帝我要爱这，我要爱这，求你帮助我，我这，求你帮助我遐。乃是伫祈祷中，会当知阿爸你的心意。互阮伫祈祷的中间去经历。上帝，你怎样对阮的生命、对阮的祈祷来讲话？也求你帮助阮众兄弟姊妹，伫对我的这任务，就是正在见证。阮是透过这个幸福小组，也是这个小组的关怀，特别伫圣诞节的日子的中间，这是互阮会当光明正大来讲耶稣的时刻。主求你。刚强壮大阮的心，互因当来分享主耶稣你伫阮生命中间的好。透过阮的行道，透过阮的经历，透过阮伫你主你面前所摆的，来成做侪侪人的祝福。主啊，求你特别是祝福伫道行教会的众兄弟姊妹，徛在伫这个所在。要为着这块土地的福音的努力，互上帝国来开展，互每一个年龄层、每一个无同款的这个社会地位的人，拢会当来有机会听到耶稣、认识耶稣、跟对耶稣。主求你祝福，互今仔每一位独行教会的众兄弟姊妹，拢是伫主你的面头前称赞。也在好国尽忠的罗卜，是上帝国优秀的大使。主，阮拜你献上阮的祈祷，愿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过来吟圣诗第482首，为主来做伊干净。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至好朋友，愿主名堂来保佑，人民好生命。为主
坐，即个咱要来奉献。主献的即事是陈木成即事甲罗修主即事。至尊至大天父上帝，在这个特别的月份，我们要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借着圣神道体来降临世间，互阮的灵魂得到救赎，互阮的生命有新的愿望。为着安尼，我们要欢喜来阿罗上帝，献出阮淡薄金银，愿主接纳。恳求主借着主的宽容，将伊用伫所需要的所在。我安尼感谢祈祷，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3页，咱先来读即礼拜的金句。我来读一遍，请咱兄弟来读2遍。即礼拜金句，恁的所讲着常常用温顺，亲像用盐调和，就会晓怎样来应答人。歌罗西书4章第6节，请。恁的所讲着常常用温顺，亲像用盐调和，就会晓得怎样来应答人。歌罗西书4章第6节，恁的所讲着常常用温顺，亲像用盐调和，就会晓得怎样来应答人。歌罗西书4章第6节。这第3页有过来即礼拜的服侍的同工，请咱注意。过来掀开周报的第4页。
小会公告，小会任命2022年度社青团结会长林炳云、青少年团结辅导刘秀英甲尤乃琪，以上任期将一年关注束缚更替力量。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新学院拍伊工房东强牧师前来请安，咱多谢伊的辛苦。再来，请咱为着新学院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牧师前往立行教会。第二点，感谢张会长老奉献这个洛神花的蜜饯，提供予咱关怀小组若自餐的时阵通享用。有订圣诞歌的兄弟，请你到办公室来领取。明年度的教会所定的月历夜历月历已经送到吼，请咱来领取。财务部的报告吼，因为咱今年度的关校要伫过来2礼拜吼，12月26要关校，所有的支出，请咱兄弟若有支出的。会记你提出来核销吼，然后来关校。过来，因为明年度财政部防治洗钱法吼，咱奉献吼，咱拢用正名，若无法度辨识的吼，咱拢用邮字来刊登。若无想要刊登本名，要报税的兄弟吼，请会记你甲财务部主组长老来搭合吼，咱看咱的奉献的内面也都有啊吼。比如讲，这3/15、3/13、4/20，伊这是无爱刊登名，但是伊会报税，所以讲，咱财务部这边会做真好妥善的方法吼，请咱兄弟注意。等下12点半要伫3楼召开12月份定期中执会，青少年团体选举结果会长黄以嘉。会给咱彭宇吼，咱等下就有聚会啊。青少年团体等下就有聚会，吼，伫因新会是伫5楼的所在，请咱国高中的青少年会当来注意参加。12月16拜四下晡5点半，大专中心叫咱会到拜堂，吼，要举行圣诞的庆祝会吼。后礼拜是大共的第4主日，请青少年团体备办心。来点击，请各行政单位甲团体吼，咱一定伫迄个后礼拜会进行，咱将咱2022年的刑事遮个后一季的编排啦吼，摕互干事头来编排。过来是咱教会的圣诞自餐，因为咱疫情的关系无联合自餐吼，各小组家己去自餐吼，会记你伫12月26进行。爱完成这个财务的关校吼，来办理核销啦吼。咱等下吼，我报告了，咱等下再来举行这个庆生的活动。过来就是大多青少年团体聚会吼。过来第6页，这个小组吼。有自餐的迄个时间吼，咱各小组的组员吼，甲志毅来参加啦吼。过来，这大道事项咱等下甲来迄落吼，咱先来举行庆生吼，请咱准备的同工吼，咱12份的庆生的名单有遮的吼，咱甲生日快乐啦吼，来。12月份生日的兄弟吼，这今仔日领着，迄落后个月你着搁加一回啊，袂歹，好，好吼，祝咱大家吼生日快乐啦吼！好来，咱大个接续要来大道的事项，为大道的进程。
我有看到久久无看的嘉盛长老，一头前，等下两个关心。各位，我们的屏东回来，我们的台中，惠恩，今仔等下看妈妈，敢若伊一个尔，其他还有，那有久久无看。今仔日的大道事项，我要邀请咱兄弟坐咧就好，请你看你的正面、倒面，有你疫情进前，伊拢坐伫你的边啊，疫情中间拢无来，请咱三楼兄弟看你的后壁面，咱的保姆室，电话倒也关的，关的对吧？是吧？我毋捌看过这个现象。咱的后壁的保姆室是关的，表示足侪带囡仔的无来。就你所知的，我邀请你。头拄我带大家读圣经，因为我顶礼拜拢无读到圣经，我干那看呢，我无读到。我要邀请咱大家，你有当时可能无法度出声，因为你的心白白。我邀请咱兄弟姊妹，伫这个大道的时间，一两句话就好，为着你家己本身，为着你的隔壁无来的，我毋知影什么原因主动伊来到这。圣道相同，尤其三楼的兄弟，咱为着后壁边无来，才会带囡仔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为着疫情，可能是为着种种的原因。咱的兄弟姊妹，就你所知的一句两句，替因祈祷。为着你家己，拄仔江牧师讲的，你将来毋捌想到。我捌听咱前的牧师蔡三阳牧师讲，伊头一届参加礼拜只有3个，伊一个书会一个，摄影一个，3个。不要紧，既然有2、3个同心聚会，上帝要祝福。我邀请咱的司琴，用短短的时间，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陪咱的苦痛，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阁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对耶稣，这是你的应允，因为你受鞭拍，我要得到医好。我要讲，主耶和华的神若临到我，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送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头放，受关的出家牢。主啊，阮要为着受警调的声音团体首长、少军长老、志龙长老、邱贤姐、林炳云、黄以嘉、曾立新。陈理事长老，阮为着这几位的首长来祈祷，祝你赏赐伊气力，多无阮各款客，
正我对主日学伫2022年，阮要三体祈祷起做团队。阮为着辛苦病痛的，阮感谢主，刘明真姐已经得到主你的看顾甲医好。阮特别为着施存普弟兄，伊要做大肠镜的检查，主你的恩典时时降落伫伊的顶面。为着赵庆珠兄弟，伊要手术，主你亲自通过医护人员的手，予伊得到健康。为着淑珍姐，伊的嘴破，食欲无好，主求你帮赞赏赐伊有好的困眠。为着美银，伊的胃癌有得到改善，主你施行大能力来拯救伊哋。为着徐仙姐，伊跋倒会落骨，腰骨咧疼，总是伊意爱来到主你的面前，亲近主你，主你听阮恳求的声，你的喜乐常常伫阮的心内。阮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好，咱来彼此请安，问好，好。咱即日要来吟上行的诗512首，请咱起立来吟。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祝祷煞电乐了甲认识。这声百倍阮的上帝，叫你祝福帮赞，互每一位诚做上帝国的大使，伫逐角落的所在，拢诚做你水的见证。透过因的性命，会当诚做一个祝福的管道，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无穷尽的听堂，伊个请的圣神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